各位好，歡迎嚟到活像 B 伯。今日為大家帶來一個震撼世界嘅大寶藏——阿托卡夫人號沉船事件。話說喺1622年，西班牙有個龐大嘅黃金船隊，滿載住從美洲掠奪返嚟嘅金銀珠寶，正浩浩蕩蕩返回歐洲。呢支艦隊裏面有艘特別嘅船——阿托卡夫人號。呢艘船唔係普通運補船，佢係成個艦隊嘅護衛艦。船上面裝滿大炮，仲有最精鋭嘅士兵。有趣嘅係，由於船長覺得阿托卡夫人號安全性最高，所以大部分金銀都放在阿托卡夫人號度。想象一下，當時嘅船長仲好自信咁講：我艘船最安全，有大炮有軍隊，邊個海賊敢埋嚟？殊不知最大嘅敵人唔係海賊，而係命運嘅暴風雨。就喺船隊經過佛羅里達海域時，突然遇上超級颶風。收帆，快啲收帆！船長聲嘶力竭咁叫，但已經太遲。巨大嘅海浪好似山咁高撲過嚟。阿托卡夫人號雖然火力強大，但始終敵不過大自然嘅力量。船身被狂風撕裂，開始急速下沉。船上嘅士兵同水手拼命掙扎，但成千上萬噸嘅金銀珠寶變成最致命嘅負擔，極速將成艘船扯落海底深淵。最後，阿托卡夫人號連同船上260幾人同埋價值連城嘅寶藏一齊沉咗落海底，從此成為傳說。尋寶夢與35年嘅堅持，時間跳到現代，有個美國後生仔叫梅爾費雪，佢係個專業潛水員同埋寶藏獵人。佢從古籍裏面發現阿托卡夫人號嘅記錄，決心要揾返呢艘傳奇沉船。頭10年，費雪同佢嘅團隊幾乎揾遍成個佛羅里達海域，一無所獲。資金耗盡，隊員開始離開，悲劇發生。喺搜索期間，費雪嘅大仔同新婦因為潛水意外不幸身亡，呢個打擊差啲令佢放棄。但係費雪諗起自己成日同隊員講嘅口號，今日就係揾到寶藏嘅日子，好有信念。終於喺1985年7月20日，即係開始搜索之後嘅第35年，奇發生。潛水員浮上水面，激動到喊住大叫：揾到啦！我哋真係揾到金條同銀幣！震驚世界嘅發現，費雪團隊最終撈起嚟嘅寶藏，誇張到令人難以置信，超過40噸黃金同白銀，超過10萬枚銀幣，數百件哥倫比亞時期嘅金器，大量綠寶石同其他珠寶，總價值超過4億美元。呢個係當時史上最龐大嘅海底寶藏發現。更感人嘅係，費雪冇獨吞所有寶藏，反而將大部分文物捐俾博物館，等全世界嘅人都可以見到呢段歷史。夢想與堅持，費雪嘅今日就係揾到寶藏嘅日子。同著名漫畫《海賊王》路飛嘅我係要成為海賊王嘅男人，都係一種對夢想嘅堅持，就算面對幾多困難都永不放棄。故事嘅啟示，阿托卡夫人號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真正嘅寶藏唔單止係金銀珠寶，而係追尋夢想嘅過程同永不放棄嘅精神。費雪用咗35年光陰，甚至付出親人生命嘅代價，最後唔單止獲得財富，更重要係證實咗一段被遺忘嘅歷史，等後世嘅人可以重新認識呢段精彩嘅過去。最後，尋找阿托卡竟然成了短用短語，意思係堅持夢想必會成功。呢個花35年尋找嘅寶藏，成為了世界10大寶藏的第3位，實在係厲害到爆。今集嘅故事又完啦，希望大家會鍾意。下集時間再見，拜拜。